来看今年7月，台中丰原姓王一家伙5个人的命案，检方查出讲发起全国姓李的查某人涉诈骗，伊利用团购投资、黄金投资等话术，诈骗王家超过1500万，佮恐吓施压，造成王家债务压力真大，才做伙行底路。今仔专案侦结，嘛以涉犯诈欺罪予伊起诉，求处15档以上的重刑。李姓被告在案发后能矢口否认犯行。 妨害侦查，毫无悔意，其行为造成5条宝贵生命消逝与严重社会危害，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上之刑。起诉理由讲到，这个姓李的嫌犯，伊家己的事业出问题，债务是真多，佮利用投资诈骗来骗钱，手段是真恶质。伊犯后佮否认犯罪，嘛无后悔的意思，佮想要影响证人，妨碍侦查。检方是判法官会当判伊重刑。